有啲話呢唔好聽，但係如果你聽得入去嘅呢，你就係贏咗絕大部分嘅人。今日係冇雞湯，全部係砒霜。20個令你冷汗直冒嘅人性真相，早睇早清醒。第一個，無論你同邊個打交道都好，適當嘅強勢，你先至會被尊重；而適當嘅拒絕，你先至會唔俾人欺負。因為人性佢都係欺軟怕硬嘅，好少係有人例外。人生最痛苦嘅一堂課，永遠係你不設防嘅人同你去上嘅。你跌得最深嘅呢個坑，往往就係你同情嗰個人同你挖嘅。有啲人其實係唔可以深交，有啲人佢連認識都係一種錯誤。第二個，你食荔嘅時候呢，冇人問你苦唔苦；當你食肉嘅時候呢，總係會有人嚟問你香唔香。呢個世界啊，真心幫你嘅人其實係好少嘅。正所謂日日響嘴上邊講嘅，希望你過得好嘅呢啲人，其實佢係最睇唔得你好嘅人。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呢，佢哋笑臉相迎圍住你；當你冇利用價值嘅時候呢，佢哋會想方設法咁去逃避你。所以你唔好去試圖去考驗任何嘅感情，往往響利益面前，其實乜嘢啊都經唔起考驗。你長得越大，你就會越發現，其實只要你兜裏邊有錢，手裏邊有權，咁先正係最可靠嘅朋友。第三，有啲人窮係有原因嘅，有啲人窮到老更加係有原因嘅。唔係所有嘅老人佢都值得去尊重，更加唔係所有嘅老人佢都值得你去相信。你要知道，壞人佢亦都會老嘅，人渣係唔分男女嘅，廢物亦都唔分年齡，所以過氣嘅食物係唔會俾你帶嚟任何嘅營養，仲有佢係會令到你中毒身亡。第四個，其實有啲嘢不經意講出嚟嘅嘢呢，嗰啲先至係實話，呢啲無意識嘅行為先正係佢個人嘅真面目。往往無事獻殷勤，呢啲就係非奸即盜。唔好同佢講咩嘢，只係睇佢做咗啲乜嘢。其實刻意準備嘅呢啲叫做儀式感，而長情陪伴嗰啲呢，反而佢係最大嘅浪漫。第五個，同人打交道呢，盡量就要把大事嚟分解成小事，把大嘅利益分解成一啲小嘅利益，能夠令對方付出一部分代價嘅呢，就唔好等到最後先至一齊嚟付。其實有啲嘢呢，早晚佢都要俾嘅，能夠係早俾就唔好晚俾。其實人性呢樣嘢呢，佢係會隨着利益嘅大小產生劇烈嘅起伏。利益響達到一定程度嘅時候，往往就會發生啲咩呢？其實邊個都睇唔準。第六個，一味忍讓嗰啲呢，只會係令對方覺得你好欺負。所以有陣時反面係為咗令到人哋知道你嘅底線響邊度。其實得寸進尺呢啲就係人嘅本性。人哋俾你咩面色，係取決於你每一次嘅反應。人哋對待你嘅方式呢，話埋都係你教識佢。第七，生活佢根本就唔會去偏袒一個弱者，就好似歷史唔會忘記一個普通人咁樣。你弱呢，你就冇辦法得到好嘅人脈；你弱，你就冇辦法得到人哋嘅尊重；你弱呢，你嘅生活就係只有殘酷。你要記住，榮華富貴多兄弟，人走敗運久變心。人若風光萬人陪，一無所有仲有誰？所以邊個得邊個唔得，只有落難嘅陣時咧，先至會顯原形。第八，鏽針佢係冇兩頭尖，甘蔗佢亦都唔會兩頭甜。所以女人漂亮嘅，佢唔落廚房，落得廚房嘅都係冇事業嘅，有事業嘅係冇女人味，有女人味嗰啲呢，亂花錢，亂花錢嗰啲呢又唔時尚，時尚嘅你又唔放心，放心啦咁又點樣？又冇辦法去睇嗰鋪你閉環啦啩？男人啊，佢亦都係一樣，事業有成嘅佢就冇時間嚟陪你，本分顧家嗰啲呢，你就唔好去要求佢賺幾多錢啦。所以人就唔好太過貪心，
你愛一個人嘅優點嘅時候，你就得要接受佢背後嘅缺點，呢啲係最基本嘅一種成熟。第9個，正所謂沾酒不醉呢啲呢，咁係你飲得少；以德服人呢，咁係你打唔過；見識不迷，咁係你救唔着；淡泊名利嗰啲呢，咁係你實在係冇辦法。聖人係響書裏邊嘅，唔響生活裏邊。擁有你談過嘅方向，經歷過嘅，你先至會有資格嚟睇淡看破。第10，能夠傷害你嘅，從來佢都唔係人哋嘅無情，而係你心存幻想嘅期待。其實生活不易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學會及時止損。你唔希望，唔指望，唔盼望，又點會有失望呢？所以人生3分熟，熟人3分親，3分就係最好嘅關係狀態。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半人扮鬼，湊近睇邊個都冇辦法睇。第11，你睇到嘅所有人，其實都係響度演戲，都係為咗搵啖飯食咁解嘅啫。本質上，人同埋動物係冇太大嘅區別。你要自信一啲，唔好高估人哋，亦都更加唔好睇低自己。冇人係唔能夠失去嘅，亦都冇有邊個係唔可以得罪嘅。我哋並唔係自願咁嚟到呢個世界，但係我哋可以盡情咁玩夠再走。所以呢，請你活得瀟灑一啲。第12，新人總係會被老人欺負，呢啲係正常。但係如果呢個新人係老闆嘅仔嘅話呢，咁佢再老實啊，都唔會有人去欺負佢。咁呢個同個人嘅性格脾氣係冇任何嘅關係。好多人係會把自己認為係實力唔夠而受到欺負，錯誤咁理解成為人哋係太嘅野蠻，而自己係太過老實，冇亂扣帽子，老師亦都背唔起個鑊。其實社會佢就好似一棵爬滿猴子嘅樹，你往上邊睇佢全部係屁股，往下邊睇呢，佢全部都係笑臉。所以你要習慣任何人嘅忽冷忽熱，睇淡任何人嘅漸行漸遠。第13，寧願強到令人哋係妒忌，亦都唔好懦弱到令人可憐。唔爭唔搶，歲月佢亦都唔會靜好。又忍又讓，小人佢就會踩到你嘅頭上。所以活在人間，想要10分暢快呢，你就得要有3分嘅溫暖，2分嘅涼薄，4分嘅自強不息，最後留1分可以隨心所欲。第14，共行不共財。正所謂兩共合不來。同有感情關係嘅人呢，你千祈唔好產生利益；同有利益關係嘅啲人呢，你千祈唔好扯上感情。親戚好友之間合作生意嘅呢，幾乎嘅結局都係敗嘅。唔敗嘅呢，日日響度嘈到雞飛狗跳。因為關係越好呢，佢就會越覺得係理所當然。而響呢個世界上，邊有咁多無緣無故嘅善良啊？第15，人性關係當中，實力先至係行走江湖嘅通行證。社會成就佢就係由15%嘅能力同埋85%嘅情商嚟決定嘅。但係尷尬嘅就係，如果你連15%嘅能力都冇，就冇人會在意你85%嘅情商。冇實力嘅情商呢，咁就叫做廉價嘅討好啦。第16，同任何人交往，你都要養成一個習慣，先講對方中意聽嘅，再講對方聽得入去嘅，最後先講你想講嘅。其實人響溝通嘅時候呢，大腦永遠都係先接受情緒，後再接受內容。如果你嘅情緒係唔對路嘅話呢，你講嘅內容即使再正確都好，對方根本係聽唔入去嘅。第17，寧可花時間去選擇一個對嘅人，你亦都唔好去煞費苦心咁去改變一個錯嘅人。狗中意食屎，貓呢佢中意偷聲，其實呢啲都係刻在骨子裏邊嘅天性，係冇可能改變得到嘅。如果有人第一次呃咗你，那麼接落嚟佢仲會再次咁呃你，
傷害邊個有咗第一次，佢就會有無數次。第18，喺呢個世界上其實唔存在咩性價比，往往喺長期用嘅嘢嚟講呢，就要買貴一啲。而平嘅嘢呢，佢唯一嘅優點就係平；而貴嘅嘢呢，佢唯一嘅缺點佢就係貴。值唔值得？呢啲都係幻覺。其實多年之後，你會發覺你唔會為曾經嗰次慳咗啲錢而一直開心，只係會為你冇體驗過呢啲事而抱恨終生。第19，其實有啲諧音往往可以咁講係好有深度。譬如話上海就係傷害，北京就係背景，深圳就係上進，誓言就係食言，彩禮就係財力，理想就係離鄉，而平民呢，就得以拼命。第20，我最後咁惡心一下，好多所謂成功嘅人士呢，佢過咗河，其實把船藏起身嚟，然後回過頭嚟就話俾你聽，你要苦練游泳嘅本事，你先至能夠游得過去。於是你響河裏邊掙扎到筋疲力盡到死，仲以為自己唔夠努力嘅。所以有陣時呢，唔好話閉住眼睛去追隨，呢啲叫做盲從。欣賞一個人，你就要學識睜住眼睛去相信。